汉语族、T 九族、共生勇，还有陈伟仪带来청춘爱嘅爱。来到土了看到安多人，乡下各班一班，乡下唱歌，爱讲嘅客话，唔通嘅什么，爱唱嘅山歌。爱乡下苍茫，来到天主，爱企在古楼，天空的水河，有下面嘅日光，日光嘅黑板，爱到躺嘅失落。冲出来，冲出来呀，冲出来！爱对你，爱对你嘅爱，爱存在，存在，流传咯，流传咯，流传咯，世世代代。出大，客家了来亲呐，自古了流哦传呐，流哦传呐，都已经呐。冲出來，衝出來呀，衝出來！愛對你，愛對你嘅愛，愛存在，存在，流傳咯，流傳咯，流傳咯，世世代代。这首歌是唱出我的爱，冲纯爱给爱，是我们去年差不多这个时候去到永定福建，龙岩，然后参观了土楼，还有一些像长汀古城啊。那当时我们是为了做一个交流演出，最后一天我们在旅馆就想说不行，我们都带笔电、录音卡了，然后我们就一起合作写歌。对，然后才生出现在的这首歌。对，里面有很多的使用了一些五声音阶，然后也提到了一些土楼跟汀州、汀江的湖面的月光。当时就感觉就是有一种被客家包围的感觉，然后就唱作了这首歌。对。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，盛荣有加入山歌。对，因为我觉得说，除了语言之外，客家音乐有什么它自己的味道？那因为我阿胎就是我阿婆的爸爸是唱山歌跟北管，但我没有机会学到，所以我就找网路自己乱学，然后就放在流行歌里面这样。我们那一段山歌会做一个双人合唱，所以也是随意玩出来啦。
我们原本其实演出也想要用program电子的感觉，可是后来练一练，然后跟朋友讨论，好像变成这样简单一点，原汁原味，就变成双吉他，试试看这样和声。我是高中的时候开始写歌，那时候写华语，是我到台南读书才开始用客语，因为离开家，其实是因为想家的时候才开始想用客语写，可是已经忘光了，就慢慢的用打电话问长辈才找回来的，我就继续开始，大概从2021年开始。在这之前，我们是透过客语创作营，我那时候他是讲师，我是老师，然后我是去上课，我就只是教编曲啦。那我就认识了阿荣这样子，然后当时就觉得说他的创作很棒，那我觉得跟他合作就会没有那么多有我自己本身的框架，然后共同创作也让我重新就是找到了可能性。而且他其实好像投了9年吧，哦，差不多。他投了9年都没有入围，但是他第一次投就第一次入围就入围2首，对我觉得是很厉害。